高雄的民用中学目前有收130个同性的少年犯人，这学校内底嘛有饲30多只的流浪狗仔、甲猫仔，即嘛正做因的动物伴。自从有这动物来陪伴，因的情绪甲行为嘛变甲更较稳定，嘛对因未来要回归社会真有帮助。 学生若摸猫仔点点坐伫边啊，若是上课时阵，也有狗仔会坐伫后壁陪伴。这少年学生来到民用中学，袂当时常看到厝内人。毋过即马有猫仔甲狗仔的陪伴，学生的情绪较稳定，因为着要照顾动物，心态也改变，感觉住伫遮袂遮尔严肃甲艰苦。家人的那种感觉，但我就是想家的时候，就是跟他们玩，就觉得很温暖。 之前有犯错，可是就是觉得碰到他们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猫咪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帮助我们很多。高雄民用中学专门收容重刑案的少年，六当前就有野猫走入去学校，老师发现有猫仔甲狗仔的陪伴，学生的情绪较稳定。目前校园内面总共有2只狗仔、30几只猫仔，因为学校无预算通买饲料，拢靠老师出钱，就有统部工会特别关动物的饲料甲饲收啊。他除了有不愉快的一些人际关系之外，最起码在友善动物这个部分可以正确的建立它跟生命之间的一种正常的连结，会持续的。那甚至于我们会结合兽医呢，也进来到这边跟这些流浪狗、流浪猫做一个健检。校长表示讲，毋但狗仔、猫仔伫学生的宿舍，阁有饲鱼仔、甲虾仔，学生会斗照顾，也希望会当影响因的行为。目前民用中学有130位的学生，未来因若出国，学校会尽量安排到北部，也是东南亚，离开原本的环境，就会当降低搁再犯的几率。记者钟义辉、邱兆阳高雄报道。